师也是代表写出了康林老师，我们的台湾文学家。我们康林老师呢，致力推崇在中华这个文化彰化的文学。刁兵的狼，等一下会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，也充满了正能量哦。来，多磊，让你这个少年郎哦，哎呀，勇敢来追梦哦，更加挑战哦，拥抱这光明的未来。来，欢迎咱的康林老师，还有咱的来杰斌老师以及徐真老师。在杰斌老师、金玲老师和徐真老师这些来成立的诗歌首唱团，诗歌高进团来创立呢，初期就是以3页这个诗词来谱曲变成诗歌，民歌的方式来演唱，能够传唱到3页的这个诗歌呢，能够推广台语的目的哦。所以今天现场呢，康林老师他的这个作词《天定的狼》。由徐真老师谱曲，杰明老师演唱，以及目力沙沙，杰明老师的词，杰明老师的曲，以及杰明老师演唱。那今天从第几段，请讲后面有朋友向下来欢迎康林老师、杰明老师、徐真老师再来好听的《天定的狼》，目力沙沙。天定的狼，天定的狼，这首歌是为了来自中学的校长甲学生所写，内底二妈就是校长就是校长所以我请个念出来。点点的人，汤圆但这边就属于乖囡仔，暗暝电中间的山内。乌皮暗地，不免惊吓。路天虽然弯弯条条，可搁坎坎坷坷。二妈为因将一耙一耙一边，绣出一条一条公园的路。把声来听，你怎么歌？什么拢唔惊，车站一站一站过去啊，风景一幕一幕像电影，将家己当作站出来看，困游四海，心中小飞侠。过去什么错误，莫搁犯，将歹囝名声等过去。未来的代志，拢爱家己来担，趁少年赶紧为前途来打拼。
第二首歌是《万里家当》，花坛的旧地名叫做家当卡。所以这首歌大家看歌词内底会当看到真侪花坛的名展，嘛古迹，嘛伊真有名的所在哦。
佚佗。哇，就好听的吼，拢会继续和咱的这个景老师同齐来举办你家单，所感谢各位老师点点的人，哎，较勇敢的吼来追求逐梦啊！再度感谢我们的康元老师、徐根老师以及我们的杰明老师带来的点点的人，我们的家单。